接着下来，在节目中为您安排的这段歌谣啊，哇，那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一段演出。为您邀请到的是2位，还不是1位。这2位可以说是我们国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他们2位呢，在当年也是号称这个金童玉女之称。当然那是40、50年前的事情。首先呢，请出这位男性这位歌者，我们欢迎谢雷先生。行好行好。要啉着水好归去，干脆予担啦免洗你，半梦半醒，加倍伤悲，怨叹人生路无边。要啉着水好归去，干脆予担啦免洗你，变化无常，碌碌人生，感慨万千难相对。若讲我这敢有意义，若要死，搁欠勇气。无奈心情，行又搁行，欠足欠，断袂离。梦雨水，雨水，水命不知啥物。谢谢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我们谢雷谢大哥来到节目中。今晚这种个新歌哟，新歌新歌啊，有一个出新曲盘，嘿啊，这听众朋友又有耳福了。谢谢。希望大家好好开讲。好，刷了个另外个请了几位。嘿，哎呀，那个玉女，把她请出来，我们欢迎陈莹洁小姐。哎，还有那个看节的。袂当结局的爱，对我来讲是一种无奈。这个好听。明知爱着你是不应该，我偏偏行对这路来，难分难离。要出爱的苦海，只有放心内，只有放心内，用你爱我一生的爱，难分难离，一摆搁一摆，冤跳要出。用你爱我一生的爱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！谢谢。哎呀，真的不是盖的，你看这个掌声，你看都加盖小绝对比你们这些操蛋唱得太好了。在前辈面前做这样，哎呀，这前辈呢？你买了把你介绍玉女，你今麦是要他丢搞是玉女？你讲咱50年前金童玉女。今天我们还要特别邀请到2位来节目，收集了一些早期里面可能自己都遗忘过的一些资料。可能谢大哥的会最突出了。哎，来，我们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他唱片推进来一下。最多的。哎呦哎，这是假烟导呢。我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民国62年的时候。哎呀，你看看发根青葱，出生了没有？还没有出生，还没有。还没有出生，这个更早了。哎呦，那个是民国54年。哎呦，还是黑白的时候。这张最早，民国53年，我第一张专辑啊，就是这一张。这就是五花瓣的。接着下来，我们就要批判陈莹洁了，刻意打扮的，他那叫怂，人家不干。对，他怂，一直在等最时髦的时候哎。尤其有一张照片，我看了一下，哪一张？那个简直是哪一张？我看。
是照片的吗那？是这一张吧？怎么眼睛比嘴巴还大哈？哦，你这个大眼睛哥和我们是差不多了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人家叫我大眼睛姑娘嘛，我这想请教，您是真的大还是甲状腺有点问题？眼睛本来就很大了。无啦，少年时较瘦啦，面无遐大的，爱把就看愈大啦。是，让他进步快。我们这个陈英杰，我们特别为他高兴。哎呀，这怎么最近都听说有您的这个结婚消息啊？是当时那样。恭喜你啊，总算嫁得出去。我你今嘛公算一组，你这是公算什么嫁不出去吗？对呀，不错啊，这么老了还有人要。怎么可以讲出这么老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感觉上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跟一般人一样都蛮平凡的嘛，对吧？人本来就是看得出来蛮平凡的。啊，你意思在讲啥？这么高尚无气质的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这个秘密我以前追过他。怎么那么多人追我都不知道？我觉得那我很漂亮嘛，飞哥也很欣赏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影伊安尼讲就对，不是我嘛，不是我唔在操你多啊。问老哥到底有没有？你看你打开话匣子，了解多么流畅，多么自然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想来听听你们最拿手的一些成名招牌歌曲，好，让大家回味一下。来回味一下。我来一首《骊山痴情花》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这首揭开序幕的回味歌曲《骊山痴情花》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娜娜，她的两个眼睛水呀水汪汪，乌溜溜的头发一剪发，一般的情像她呀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娜娜，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。亲爱的时光，还有国语的。当我和你相聚的时候，温馨在心头。看到你那纯情的眼神，就不想分手。爱的光芒闪耀心房，再不会迷惘。有你相伴，不再孤单，人生多灿烂。我要迎接爱的时光，美景要开创。我要珍惜爱的岁月，和你相依偎。我要和你紧紧把握一时一刻。的时光充满新希望。好，很难得听到您唱国语歌的，真好听。台语歌，台语啊。为着你来流浪，他乡要找你，初出来繁华都市，暗中。大声叫着你的名字，你敢无听见？为怎样拢无消息爱你？你声陪，予阮心。台北看遍，阮也有找着所在，问拢无你。一时心内红惊你，伤心目屎滴。你到底走去倒位？
哎呀，太谢谢今天两位的光临我们节目中，实在相当精彩。我赢得看假不来呢，谢谢。听了这精彩，叫我这个 get 打来挂起。我们再次掌声，谢谢谢雷先生、陈小姐的光临。我讲到底碰一蒙成店安尼安尼，安尼拽安尼吼，就要跟他塞下拉糖呢。